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真侪人暗时8点时间一个到，惯势收看8点档连续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就是剧歌乐剧第8条。剧就是戏的意思，咱讲戏剧。若笑开戏，咱讲喜剧。互人看得到地，心肝足艰苦，咱讲悲剧。若戏剧版的内容，咱讲剧情。较早电台广播的方式版的戏剧，咱讲是广播剧。另外，戏剧表演的场所，咱讲是剧场。文音读做剧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连续剧，代表是有剧情的电视剧，上少有几落集，上长有几落百集，嘛有几落千集。真侪人就是为细汉看到大汉，像讲美国上届长寿的电视剧，头尾搬72档。第二个词读做剧药，代表是剧烈的药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出连续剧亲像是一帖剧药，剧情会钻入去到人的心肝底，互人看得到地，自然就会条理。今仔日小介这一日读做剧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